有一寡头路，罕咧有人想要做，毋过煞对社会运作是真重要。做这款工课需要带头加专业知识。亲像法国有一个机场的惠安小组，逐工的工课都是想办法，甲无细致走入来机场的鸟类、生物下行走。巴黎奥利机场人员对空发射炮声，草埔的鸟仔马上散开。这属于机场环境技术小组的成员。公孙笑讲，家己是惊鸟大队，主要任务是赶走机场跑道附近的鸟仔，避免弄到无人机。因为机场空间真宽，草仔也真旺，常常吸引动物甲鸟类。根据统计，无人机甲鸟群或者是野生动物弄到，伫惠安事故当中是第2名。无人机常常都爱停飞迫降，严重甚至影响无人机甲机组员的安全。所以有防鸟类弄无人机，也正做机场维安的重要工作。Ces espaces verts, ils sont préservés pour garantir la sécurité des avions au décollage et aux atterrissages. Sur Orly, je vous réexpliquerai ça, mais on a étendu certains espaces verts, on a conservé certains espaces verts. 野鸟大队的成员要有生态科学知识，也有生物学背景的专业人士，针对无共款鸟群采用无共款的处理方式，比如影响生物情境声响播送器。就免真是对抗放枪，或者是敢若是开车到现场，就用行走这个鸟群。瑞丽详细看手头的猛蛇，甜甜暗棍也不要紧，相当熟悉如何甲无毒性的蛇斗阵，也会有蛇公主的称呼。伊讲蛇对环境反应真直接，无亲像人有驱魔甲掩饰的天性。ကျမတို့ကကိုချင်းစာပေးဖို့လိုတယ်။သူတို့တဘာဝအတိုင်းပဲကျမတို့တွေနေ့စဉ်လှုပ်ရှားသွားလာ。身为猎蛇保育组织的成员，那接到通报，瑞丽甲小组都走遍都市甲山脚，无论是公寓或者是大楼，草埔或者是黑暗真下的排水管，拢爱想办法掠到这骨溜溜的蛇，然後協助因回歸自然。每對人呢，အန်ရှိမယ်ဆိုပြီးတက်ပြစ်လိုက်ကြတာများတယ်။အခုကျတော့ဒီလိုမျိုးပြန်လွတ်ပေးလို့ရတယ်။နောက်ပြီးတော့每နဲ့ပတ်သက်တဲ့အသိပညာဘုတူတာတွေနည်းနည်းလေးတွေပုံများလာတယ်ဆိုတော့တို့တွေကလည်း。瑞丽甲成员掠蛇甲鸟害过程拢传到网络，愈来愈侪民众认同保育组织的工作内容，也慢慢改变对蛇的刻板印象。伊讲换一个角度看人甲蛇的关系，就应找到和平共存的方式。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。